1、2、3，信仰101。喂，阿添，乜人類咧唔係由猩猩演化出嚟嘅咩？神創造萬物唔係呢啲故事嚟嘅啫咩？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就係進化係理論嚟嘅，佢咧係 base on一啲咧現今社會嘅科學觀察啦，或者生物學嘅觀察，就係話咧我哋會發覺咧可能一隻鵪鶉或者麻雀，佢喺唔同嘅環境咧經過一段嘅時間嘅繁殖咧，佢會有一啲身體特徵上面嘅改變啦，而佢就係根據咧我哋而家所擁有嘅呢啲觀察咧去推斷足夠時間咧，有機會呢啲變化夠大到咧係可以跨物種，而呢個就係所謂嘅進化論啦。咁但係呢個咧係冇直接證據去證明呢個係一個事實嚟。首先我哋唔可以翻去舊時去睇成件事發生啦，亦都咧係未有一個觀察咧係可以發現到一隻雀仔經過足夠嘅改變咧係變成唔係雀仔啦。相反我哋睇翻聖經嘅話咧，其實神創造天地萬物係有時間嘅痕跡。第3日咧，神係創造咗咧已經結果子嘅樹。如果咧我哋用嗰個進化論嘅精神去推斷嗰棵樹幾大嘅話咧，咁我哋會話根據佢而家嘅生長嘅速度啦，佢嗰個外觀咧，棵樹應該有20-30年大嘅，但係棵樹係1日大嘅啫。其實進化論係 base on 一個好漫長嘅時間、無限個嘅巧合一路演化出嚟，其實都係一個信念嚟嘅。你要相信呢一個嘅進化係即係嗰個生命嘅源頭係科學嘅反應而得出嚟嘅話咧，係比相信有一個創造者要更加大嘅信念。